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 A 篇啊，这个 A 篇开篇第一句句子啊，它是一个什么时态啊？一般过去时啊，那这个一般过去时，我们对应的第一道题目选项，我们选什么？还回答不上来了，选 D dog 呀，这个看就看得出来的。那所以说我们这道先听一听，先不讲了。我们等某些同学啊，把这个东西吃完啊，奶茶喝完，我们再讲，好吧？戴家彤，奶茶喝得好喝吧？喝得开心吧？摇摇头啊，不开心啊。黄老师觉得你吃得很开心的，左一口右一口的，吃得很起劲的。我们戴家彤同学手法很厉害的啊，东西藏在袖子管里面吃，黄老师看不见的，发不现的，儿子呢？不知道人家以为你的信仰了，这袖子管放在这边干什么？越来越没规矩了，胆子越来越大，敢在我课上吃东西，还喝奶茶。谁允许你把奶茶带到学历的啊？你奶茶说个两口差不多好了，我不想因为你影响其他同学。你倒好了，左一口右一口，上一口下一口没完了，没有了还在说，呼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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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。你不想学，不要影响其他同学。你看人家沈静平，上课嘴巴干了，喝两口水，黄老师也就不去讲他了。而你倒好了，喝奶茶了，一套了，吃脑子了，人家够昏腾的，我看来，昏头了，你看。你要喝可以的。请全班所有人每个人一杯奶茶，好吧？让大家一起喝，啊！喝奶茶，把你个奶茶拿去，下个到办公室啊！我们继续看 A 篇。来啦，戴家彤啊，奶茶好喝啦？现在都不喝啦？一定要等黄老师上课才能喝的。黄老师一边上课。一边喝，喝得香，那是这个道理的。你怎么还有一杯啊？一天喝几杯啊？啊？哦，给黄老师买的。不带同，黄老师不喝奶茶的啊，你拿回去啊。今天呢，这个事情就算了啊。下一次不要把奶茶带到学校里来喝，知道吧？你一喝，其他同学也跟着喝，那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啊，去吧。黄老师，这是霸王茶姬的万象碧螺，您平时喜欢喝茶的话，应该会喜欢喝的。而且从现在开始到月底，凭咱们的学生证和您的教师资格证都是可以去换学生卡和教师卡，有优惠的。黄老师，给你。好，谢谢你，戴家彤啊，你的好意黄老师心领了啊。但是下次不要被我看到你上课又吃又喝了，知道吧？要吃东西，课间吃，不要上课吃，好吧？啊，谢谢你，去吧，啊！哦呦喂，王老师，学生子请你吃脑肉啊！上面学生子在后续个我啊，那样了，那样吧，啊，给你啦，